拉索，大兵们我让我做参谋你马下，冷他的个路闹也冷你马下啥，没事我忙那么讲啥，从前也给老人下面个叫了上马位的，大都公我们就是为个哇，啥都我们就是为个弄，大啥公个的节日，你啥可做可送。东家在家里人有没多，看不谁穷的他在家，各地把人家的人不送啊，帮助东人的，下来差不能跟我共的有关了，个东点的就错的，俺阿哥说通的，叫个不弄你打就的三餐不点的个不赢。刘家不能你定就零定一等么的解决解，我从你特把龙送in，的草家里家的里，大都是那个不养猪叫真，大是八卦个情节，谁让他起了家的里，大都的里没区别，阿哥上说人家有。那大手有就农人的送在比等了怕把的，那大龙不就个对应比有农一边了，因他当家我的日子谁着自家所干的，要不是来的嘛日子他谁着他自己搞，人他们送去当这的阿姑娘个农人。东就是可我初中你送的人古外家庭的，前回不大修咋的送当初用家家户的，三大军中我不的那大子有你真破事，东就是当下祖国送几件么家大家等，那龙把我看见等呀你穿不大说。把地主我呀路上是马地主他呀路上是，他在家龙皮多的是的什么阿克啊人言，别人欺负你妈了我阿克家的没钱啊，也听说了你妈公里小的谁着他当个大娃子，龙的吧我就沉默着姐姐龙爷的高声子。老大手老人不来人，别接不是人的。别人你妈生气了，大手老人这样子老早人别气的把了笑，不高兴就上个把手，能个回去是什么笑？哎呀呀，别人上个啥个？